嗱，當然我理解就保安局啊，你哋轄下嘅入境事務嗰度已經有個專案小組咧，係查假結婚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話07年到13年期間呢，就有5544個個案，但係成功檢控呢，只有1500幾宗，嗰個比例係非常之低嘅咯。而其他嘅就係你有需要嘅時候先至會去查嘅。咁假證件或者係貪污嘅個案又點呢？係靠內地嚟嘅情報咯，你話，但係真係少之又少。抵報者佢聲稱嘅喺香港嘅親人有冇其人，甚至有冇咁樣嘅地址，佢哋之間嘅關係嗰個情況，你係總之佢有張證入嚟你就嚟。嗱，家庭團聚即等於係母愛係 indisputable 嘅，唔使拗嘅，係人倫人權，係普世價值，好多傷心嘅故事喺中間，唔使講嘅。但係如果係用虛假嘅情況、假證件或者係貪污、台底塞錢咁樣入嚟，你係正正傷害咗真正嘅家庭團聚嘅個案。根據我哋一國兩制嘅精神，除咗外交同埋國防，香港點解冇入境嘅時候嘅審批權呢？我同范國威就寫咗封信俾梁振英，佢就1個月之後回我哋，話佢唔得閒，佢公務繁忙，唔得閒見我哋，同我哋傾呢一樣嘢。當然，我而家唔係怪局長，你都係根據條例、根據法例嚟執事嘅啫，處理你哋嘅案件或者係情況啦啲個案。但係咁樣對香港實在係唔公平，係不勝負荷嘅。我就想問下局長，你會唔會真係主動地，除咗係查假結婚嘅情況，咁假證件，甚至係啲貪污嘅情況，係靠舞弊、拍膊頭、喂塞錢入嚟嘅個案，你可唔可以每一個個案唔係淨係有需要先查，你係主動咁查呢？好，局長。多謝毛議員。毛議員講得非常之好啦。我相信我哋而家大家社會上咧，都應該要係正視家庭團聚咧，係一個重要嘅因素。而咧係單程證嘅過往咧係發揮咗呢一個作用。頭先我提到假結婚嘅例子咧，主要係因為要回應翻咧係社會上同埋咧係有啲議員咧係主動就住呢一方面咧係提出。咁其實所有任何人如果以虛假嘅資料嚟到去獲取一個單程證，甚至到唔好講單程證一個旅遊嘅證件，一個簽注，都係違反香港嘅法律，亦都違反內地嘅法律。我哋香港入境處嘅同事，如果佢哋對於某一個人嚟香港有資料或知道咧，佢係有一啲弄虛作假嘅情況，佢哋係會立案調查。內地方面亦都係一樣，佢哋調查發咗之後，如果係有足夠嘅證據，會進行起訴，而且咧係喺案件結束之後咧，係會將有關人士咧係遣送離境嘅。我哋有入境處嘅同事喺度咧，我可以請佢去補充一下。毛議員亦都講到有啲關於可能貪腐嘅問題，或者係證件方面咧，都唔知內地睇嘅時候係咪真假嘅問題。我想提少少嘅資料，關於內地當局去處理內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門審批嘅情況咧，佢哋有一個工作嘅規範嘅。其中一個規範咧就規定咧係佢哋要申請人同埋港澳關係人咧係親自到相關嘅辦事處提交文件嘅正本，等佢哋咧係嚟到去評核同埋審查。呢個情況就好似任何一個申請，我哋香港做好多申請咧，我哋都要見嗰個申請人嘅情況一樣。如果佢發覺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雙方亦都係有一個協議嘅。
佢哋係會將個個案拎翻落嚟咧俾我哋，我哋咧係會係詳細咁係作出調查嘅。而過往我哋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嘅例子係出現。